周秀娜騎馬騎到馬仔也興奮。娜姐尋日去咗上水宣傳打比大賽，着住成套騎馬裝束，好靚啊！睇下娜姐上馬嘅技術先。咦？你睇下隻馬嘅耳仔，當馬嘅耳仔向前嘅話，即係代表佢非常之開心。哇！你上先興奮，我係隻馬我都會好開心。嘿，上馬都 OK 喎，勁！一上馬已經坐定定，但落馬嗰陣，哎呀，爆褲添。今日係第一次，亦都係第一日見隻馬。我上隻馬度嘅時候，原來都即係都幾燉㗎。驚唔驚啊？嚇？驚唔驚啊？都驚嘅，有少少緊張，係啊。第一次騎又有師傅傍實，已經好叻㗎啦，唔使驚喎，娜姐。